好啦，31條啦，OK。咁呢個數啦，如果撳到機唔算話真係太過大嘅話咧，我自己做法就會撳出嚟先嘅。咁啊26乘8嘅3次方，再加413乘4嘅2次方，咁19920。OK，係啦。咁咧二進制嚟講咧，咁我哋要知道二進制嚟講，第一個位置就係2嘅0次方啦，個位值2嘅1次方啦，咁樣數落去。咁你就可以試下究竟我哋數到最大嘅，OK，係2嘅幾多次方嗰個位，跟住係未爆19920呢個數，OK。咁可以大膽少少嘅，OK，係啦，2嘅14次方試下先，2嘅14次方，咁就16384嚟嘅。OK，咁係細過19920未爆嘅，OK，咁即係換句話說啦，2嘅15次方就會爆噶咯，OK，咁就係32000幾啦，咁樣約數，OK，係啦，咁樣樣，咁即係話其實咧，我哋要去到最大嘅位咧，就係2嘅14次方嗰個位，OK，係啦，咁樣樣，咁 which is 就即係話，我哋要 total 要數到2嘅14，OK，好，我哋慢慢數逐個數，OK，我數咗 option A 先啦，OK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15個位，咁由0次方開始，咁咪即係2嘅14次方咯。OK，which is 佢係有一個16384喺度嘅，佢有個1喺度咁啊。OK，咁下面呢兩個就錯噶啦。OK，因為呢兩個你見短啲嘅，你唔信且可以試數清楚嘅，佢應該係得14個位咯，如無意外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佢得14個位，最大係2嘅13次方嘅啫。OK，咁就唔夠砌一個19920呢個數出嚟嘅。OK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答案唔會係 C，唔會係 D 噶啦。OK，好，然之後啦，我哋會見到兩個答案。OK，除咗第一個位相同之外啦，OK，咁跟住後面都係0啦，都係一樣嘅。跟住呢度就有個0，但係呢度係1嚟嘅。OK，咁我哋就睇下究竟我哋嗰個位係去到第幾個啊？2嘅14次方就大家都會有一個啦，跟住13，2嘅12次方，我哋睇下2嘅12次方係幾多先啊？OK，好啦，2嘅12次方，咁就4096嚟嘅。OK，係啦，咁啱啱咪話已經有個2嘅14次方嘅，兩個都有嘅。OK，即係大家都有個16384啦。而 option B 咧就話仲有一個叫4096。OK，option A 就冇4096嘅，就唔使加4096住嘅，就再加啲細啲嘅數值嘅。OK，後面嗰啲。OK，係啦。咁但係我又撳下16384，如果再加4096嘅時候咧，其實就係20480嚟嘅啦。OK，就已經大過本身個19920。咁所以 option B 做出嚟嘅結果咧係遠大於，唔係遠大於嘅，即係總之大過19920啦。OK，係啦，我加到頭3個位啫嘛。已經係20480噶啦，咁你就後面嗰啲1你未加落去噶嘛，係咪啊？OK，咁所以佢唔會係答案咯。OK，咁所以答埋 A 嚟嘅。